孔子嘅儒學咧，當然咧都會講命啊。中庸第一句就話：天命之謂性咁啊。咁呢個命咧係賦予、授予咁解。上天賦予授予嘅就叫做性，即係所謂天性啦人嘅天賦天性就各有不同喎即係例如咧你嘅才能你嘅體質你嘅品性甚至乎你即係享受即係嗰個即係壽命嗰個年數等等咧，都係唔同嘅咁即係所以咧，儒家咁呢個命咧，當然係唔會係指命運，更加係唔會定命因為孔子相信大家只要克己復禮只要呢個歸人修德，就可以改變自己嘅命運，甚至乎改變國家嘅命運所以孔子喺《論語》嗰度講話50而知天命。咁咧，其實佢想講嘅就話，佢50歲時咧就清楚上天俾佢乜嘢嘅天賦，俾佢乜嘢嘅身體。咁佢亦都知道咧呢個天賦嘅話咧，都係有局限嘅有啲事情咧如果你冇咁嘅天分嘅話咧，就算你呢一世人點樣努力，點樣搏命，你都係唔會成功嘅。